每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9月23，箴言21章21节安尼讲：追求公义甲仁慈，为找到性命、繁荣甲尊严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找到性命甲尊严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真实公义的上帝，你是仁爱慈悲的天父，知识甲智慧是对你来，真理甲真实也属于你。伫你无转动的影，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。你将你的话坚定伫天里，今仔敬畏你的，也守这个约的，要得到你的建立。主啊，世间人有梦无知，追求眼前的事，伊爱飞扬甲骄傲，因到尾一切空空。总是你互阮知，今仔阮追求你的公义甲仁爱，遵行你的命令甲教示，行伫你的心意甲道路，就阮要找到性命、繁荣甲尊严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公义甲仁慈的上帝，伊是互咱会通超找的主，伊要甲咱来立约。当咱坚守甲伊所立的约，咱就要得到性命、繁荣甲尊严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